今仔继续要来讲，除了唔通啉酒驶车，嘛千万唔通疲劳开车。透早5点外，高雄一个男子驶车经过九如路，可能就是伤过疲劳，精神无好，转去弄变电箱，害附近大停电，总共有826户来失电，多餐店家嘛无法度开门做生意。台电是赶紧派人去修理，伫个早起的9点外恢复送电。台电讲会向肇事者提出赔偿。轿车偏对正边过，弄到变电箱啊，随出火。他小腿就一个肿起来这样的。现场有够乱，轿车车头弄甲害了，有6台乌托邦被弄倒在地，另外一台轿车嘛被推弄。代志发生当时，伫附近的人拢着惊。哎呀，唔是我，会我，紧开门开，这个有停电。就基本无电啊，基本都无电啊，很大声的，我还以为是大卡车。高雄市三民区九如2路透早5点外，27岁姓丁的这个驾驶呢，驶车去弄到变电箱啊，可能是人蛇行才发生车祸，倒骹嘛受伤。怎么会撞成这个样子的？疲劳驾驶就太累，然后有点就是拱醒睡着。这一个浪造成826户失电，唔那徛街受到影响，超商嘛无电，通做生意，大家拢真无方便。因为这个它是电动的门嘛，我们这个门都不能开啊。对，不能开，且不电风扇也都不能吹啊。没有晚一点开店而已啊，晚一点，没有什么伤害。台电派人来抢修了后，先调派电力，和794户伫6点外会当恢复送电，剩的32户伫9点18分嘛恢复。事故系停滞式变压器遭车辆撞损引发，在完成2具分别重达超过800公斤及600公斤变压器调换，重置接头后全数复电。台电的人员嘛表示讲，会针对设备损坏情形进行评估，等到维修人员将所有设备修理好了后，会叫吊销驾驶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